谅解，并非故意，毋通乱心怀。你假扮财富，我早知，是真是假，你既也了解。区区小事，以我动怒，就不应该哦。公主啊！世上好顶啊，是伟大，虽然为尊，你甘知？因的阮亲属啊，着招牌，阮在心上，你敢不知？相信。欢迎我们的最后一大大哈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非常非常的准时哦。稍待会我们等一些观众朋友进来的时间，聆听一下雨涵电台所录制的一怒打金枝 CD 专辑。用带歌紧紧摇摇帝王里，全靠我你家走一摆荣华加富贵。我只是无去拜受你，安怎插在你的目，也是顶着你的位。圣明，你大几位国家的新妇，尊敬公婆是恁家爱做的代志，原定寿诞的假期，无把歌坐到位。将为兄做新相又成对，你无去拜寿太离去，我单独一人上去开，并非我过爱轻视你，嘛你是命在你家连体。你敢嘛？我唔知你家连体。欢迎大家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晚间8点钟呢，都有在做直播节目哦。平常呢都是我们的国语节目，但是呢今天是礼拜四吼，所以讲呢是咱台语的电台，所以讲呢有无啥同款的所在哦。嘛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给你身边每一个好朋友哦。节目一开始，咱先来听一个咱的大马调，嘛欢迎咱的最后一大大起来，伊讲咱的策泽，也还有咱这个马来西亚的输音吼，感谢大家起来鼓喊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鼓喊的电台，咱首先先来听一首大马调。欢迎收听古汉的电台，准时8点，互恁来唱嗨嗨，阮的节目卖凊彩。内容知识长时行，先知才袂先行行。片段古汉广播予恁听，祝恁线顶的好朋友金财宝满大厅。文化推动的电台，平安顺心吉祥感恩，欢迎您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
欢迎大家今仔日起来哟！今仔日无啥共款吼，是咱台语的电台，欢迎大家收听。我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拢有语涵电台的直播，欢迎大家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再来，真感恩吼，咱今仔日最后一大大，咱的策者，咱的书音，以讲咱新起来的好朋友，咱这个 AMJA 大大，欢迎你起来古涵的广播电台，欢迎你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啊！但是呢，你所打的字吼我不会念，所以呢，欢迎我们的 AMJA 大大哦，感恩你上来雨涵的广播电台。欢迎诶，咱的策者哦，甲每一个人咧所来鼓励吼。伊讲咧，即个直播的电台吼，离即个每一个人，离即个时间内底吼，歹势，离每一个人，离即个时间内底吼，互大家咧袂安尼吼孤孤单单、喜气洋洋的文化，找着福气传承的阶段，会当讲咧互大家咧有安尼的信心，满满的福气，会当讲咧，互大家吼，伫即个空间内底咧一个温暖的歌戏。美感吼，安尼每一个人相合之心，袂感觉孤单啦吼。欢迎大家共度安尼美好的暗暝。感恩咱这个策者对大家的鼓励，感恩。嘛，欢迎大家每天暗时8点起来收听安尼语涵的电台哦吼。有恁的收听，我会拍拼落去做吼。像咱今仔日已经广播到咱的第60集哦，哇！若要做到60集吼，真困难呢。所以大家吼爱记先帮我按赞，帮我订阅，帮我分享互你身边每一个人，不管分享你赖啦。不管分享你这个脸书啦，等等吼，欢迎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起来，咱古涵的电台，互你一个欢呼声吼。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昨咧互你走闪去吼，昨咧为什么无起来收听电台咧？也是吼你嘛搁咧要搁咧休困吼，昨咧困去啊吼，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哦，麦当甲大家咧来所做开讲一个，等下咧来甲大家讲吼，这个马仔的天气哦。马仔咧，咱这个台北的地区吼，这个降雨差不多离这个30%，一降这个10%的左右啦，离这个中间值内底吼。所以讲咧，这个台北的朋友爱记炸雨衣、炸雨伞，拢爱会记炸一个哦。一讲咱这个台中，一讲台南吼，这个降雨咧，差不多离咱的0%左右尔。所以咧，这个南部的朋友咧，唔免所烦恼吼，恭喜哦！一讲咧，咱这个台东的朋友，这个降雨咧，离这个10%的左右。所以这个台东的朋友吼，你要爱注意一下哦。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讲咧，昨困去啊吼。无问题啦，感恩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吼，互大家会当讲吼，起来咱这个广播电台，甲大家做一下互动，有安尼开讲的情节，你讲咧帮我带真侪新朋友来哟，感恩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一讲咧，咱这个RU欧大大吼咧讲，这是啥物话？这是阮台湾讲这个台语啦。伊讲这个大陆所在讲闽南语。离恁遐吼，你离这个大陆的所在，是离马来西亚咧。安尼可能合做闽南话、闽南语吼。安尼咱今仔日吼，因为是咱拜四，所以是咱台语的电台哦。
所以讲咧，我有看到咱最后伊大大讲吼，这条破链吼袂歹，真好看。感恩你的欣赏啦，但是吼我摕麦克会定定甲挡掉的。较早吼，我嘛有开一间即个饰品坊，也就是讲咧，要卖一寡水晶啦，咧卖一寡破链啦，等等。啊，结果咧，我都无搁做啊。我尾下来去食头路，啊，转来做咱即个戏曲的文化，即个电台，所以讲咧，当然吼，还佫有一寡破链啦，一寡水晶啦、水晶洞啦，还佫伫阮兜。啊，所以讲咧，你若有兴趣的人，嘛欢迎咧，甲我私讯一下吼，嘛欢迎大家熟熟啊，买恁啦吼，感恩。这是一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无毋对，这个是台语吼，也就是咱的闽南语、闽南话。啊吼，听讲这个大陆的所在，也佫有咱这个闽北话哦。啊，但是吼，我无听过闽北话是安怎啦？人讲咧会当上网查一个，什么叫做闽北话？啊，伊讲起来是什么的情形？嘛，互咱好奇哦。嘿，对，迄是一个工商服务的时间。这个语涵咧电台咧，定定有这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啦吼，一时啊卖一个饼的啦，啊一时啊卖一啊这个水晶的啦，一时啊卖一个啥的啦吼。但是咧，这拢毋是趁钱的时阵吼。一讲咧，我咧卖即个 CD 专辑咧，嘛毋是趁钱为主要，拢是推广咱即个文化吼。像今仔日去到即个日照中心哦，真感恩咧，即个智能的即个障碍青年吼，哇，足介意我唱歌啦。我明明甲讲吼，本人即个感冒吼，无法度唱伤济歌互恁听，爱换恁咧来唱歌互我听安尼吼。结果咧，当下课的时阵咧，这个小朋友吼，其中一个小朋友走过来吼，甲我讲咧，老师，我想要听你吼唱迄个豆妈调。哇，这个豆妈调，互伊嘛知影什么叫做豆妈调哦。来甲我点歌呢，讲老师，我想要听你唱这个都马调、豆妈调。好，我就搁唱好听。唱完了咧，结果吼，这个迄个。赵服务员呢，就甲问啊，你敢有想要这个几点吼？因拢盖这个好宝宝印章的概念，几点呢？来换这个雨涵老师的这个专辑吼。伊嘛讲好呢。我想袂到讲吼，原来我的专辑吼会当变做因的这个奖品一个礼物啦。我家己嘛感觉吼，真新鲜。无啦，这是一个小宝啦吼，想要到讲咧，一张安尼歌仔戏的专辑哦，互因吼会当爱着即个歌仔戏的文化，会当互因传唱安尼歌仔戏的即个歌曲，嘛真感恩哦。第二，这是一个工商服务的时间吼，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咧嘛，哈哈大笑吼。一讲咱这个简可爱晚上好哦，欢迎你起来收听语涵的广播电台。今仔咱的台语电台，因为本人咧牵大语涵本人是咱台南人，所以腔口有加较重小看。伊讲咧我伫舞台顶所做歌戏吼，所以恁听着安尼台语咧无啥共款哦。欢迎大家咧，若收听了袂歹咧，会记得吼订阅、关注、按赞是上主要的啦。因为咧有足侪线顶的好朋友，伊讲我的朋友吼，拢无起来收听电台，一直甲我讲加油加油，努力做，加油加油，努力做吼。恁只有甲我加油，无起来看我的电台吼，安尼是无效果的啦吼。欢迎咱即个作者来甲大家讲鼓励话哦。伊讲咧，伫即个逐工即个时段吼，来看即个文化的接班。即个小小的空间吼，会当得到安尼美好的即个心中，会当展现出即个文化吼，会当讲互每一个人会当哩好的心情伫遮，会当讲咧开阔你的即个
阳光，伊讲咧会当讲帮助每一个人有一个美好的暗暝，而且会当温暖的时段，这个阶段吼会当得到福气，而且会当讲每一个人就像这个厝内底的人啦。哦，这个厝内底的人真重要哦，会当咧，互大家吼，伫这个小小的空间，哦，大家咧当吼得到安尼祝福，大家共享这个福气的意思就对。感恩咱这个挫折，甲大家来拍你哦。哇，我所要讲吼，咱这个挫折无啥简单哦，伊是一个脑瘤的患者。虽然开刀了咧，有一点小小安尼，这个中风的情形吼，但是咧，伊嘛是真拍拼哦，真这个正能量的思考。所以咧，大家吼爱互这个挫折一个扑啊声的鼓励。再来咧，想要甲大家分享一个吼，恁敢有咧互这个这个外送箱吼牵过情形过咧？等下吼来甲大家分享一个，我今仔日咧徛伫咧路上吼，要去赶课的路上咧，无细哩吼，险互即个外送箱去互牵着，所以讲咧，等下吼来甲大家分享一个哦。是的，这个吼咱的拍拼啦，毋是咱嘴顶吼讲安尼尔，爱用行动去消停，无毋对哦。所以咧嘛，感恩吼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吼，所介绍咱这个新树来到咱这个古涵的电台哦，欢迎咱的新树，掌声鼓励鼓励。感恩你起来听古涵的电台，感恩吼咱这个师傅因为进修来休困，所以咧有真侪好朋友起来收听古涵的电台。感恩咱的师傅哦，所以咧今仔感恩的三件代志内底第一个阶段咧，感恩一下师傅吼，因为你的休困，所以互足侪人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感恩你。嘛，感恩咧咱这个新树吼，甲咱这个小蘑菇甲伊拍一只小好，伊讲咧甲咱这个最后一大大咧，甲咱这个挫折掌声鼓励鼓励，感恩哦。嘛欢迎咱这个伟成嘛，起来咱这个古涵的电台，欢迎咱这个伟成，掌声鼓励鼓励。哇，真侪好朋友，不管是新的朋友吼，也是这礼拜咱大家交到的好朋友咧，拢会记吼，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推荐吼，更较侪人知影咱这个台湾的戏曲文化，你甲大家讲一下这个新闻啦，伊讲咧这个唱歌进前吼，先甲大家讲一个故事。我今仔咧险吼，就去互这个外送箱互牵着哦。今仔日咧，我伫遐听红灯的时阵吼，因为咧这个要去赶课吼，要去赶到这个日照中心的课，结果咧一个外送员吼，一骑过，咻，结果咧这个外送箱吼，就向咧牵倒过来，跑足悬咧，好佳哉无甲我牵着，我向看到一个外送箱安尼飞过吼，飞过我的目睭前，牵到涂骹，我规拢傻眼，牵伫拄好我的机车的头前安尼吼，我讲咻安尼吼，叫砰安尼，牵伫我的头前。结果咧，我毋知我要安怎，我毋知我要落去甲捡啊，是安怎吼？结果这外送员咧，一点都无感觉，伊个骑伊的机车咧，足欢喜哦，真正吼，就安尼骑过，嘛无转来捡。结果咧，一个路人吼，拄好看到伊讲，你险就互牵着吼，紧甲你捡的安尼，结果伊就捡到路边啊咧。我嘛甲迄个路人咧，甲伊讲多谢多谢，好佳哉你帮我捡起来吼，无我等下吼，毋知要安怎骑向头前安尼吼。结果咧，迄个外送员咧也是无转来摕，我嘛伫遐一开始吼，伫遐等者想讲吼，即个外送员敢会发现单机车徛咧，紧转来摕，结果伊无转来摕，我嘛毋知伊啥物时阵咧，甲转来摕吼，嘛是真稀奇的故事啦吼。
对哦，咱这个新书所讲的这个改换，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改换这个看这个语涵的电台安尼吼，哦，无问题哦，欢迎咱这个新书咧，哇，真正即兴创作吼，互你一个扑啊声。对啊，今仔日吼看到这个外送员吼，用这个外送箱飞过，互我带一个。小等我一下，我啉一撮茶，等下咧来甲大家唱歌一个感恩。过来咧，咱来唱一下这个歌曲吼，用咱这个新书所讲的，咱这个新骑白马走三关来甲所唱一个，安尼吼，咱来唱一下这个传统的七字仔调，感恩大家。新骑白马啊，走三关，改换所有来看武汉电台。放下西凉啊，是无人管，一心只想往无传。四盆牡丹啊，拜四位，无风无雨啊，花袂开。等待三家啊来倒落水。祝福观众趁钱愈趁水。小可咧改一下歌词吼，祝恁大家咧观看咱即个古涵电台的观众朋友，会当讲咧趁钱如趁水吼，即个钱咧一直入来，安尼就对吼。尤其咧，咱即个政府咧来普发1万块吼，等下咧来甲大家讲一下新闻哦，有关咱即个普发1万的故事吼。感谢咱大家捧啊声吼，感谢咱这个新书，感谢咱的伟成，伊讲咱这个皮筋儿小蘑菇的捧啊声哦，感恩你，伊讲咧感恩咱这个 BRY 搭档吼，期待古涵的电台，佮甲大家拍一声招呼哦。哇，我还看到伊这个吼大头贴咧，嘛真有特色呢，感恩咱这个吼BRY 搭档。欢迎哦 ，good， 伊讲 good 吼，感恩你起来，古涵的广播电台，互你一个捧啊声的鼓励。感恩咱这个雷道士嘛，互咱大家一个捧啊声哦。感恩咱这个雷道士，感恩你。欢迎哦，咱这个 BRY 搭档吼，感恩你因为咧吼，其他吼这个英文我是袂晓念啦吼，我只有这个国语、台语安尼切换尔，所以讲咧无法度吼，甲你用安尼这个英文的方式甲你叫名安尼吼。这个伟成吼这个新书讲伟成回到家休息了吗？为什么安尼甲伊问咧？伟成咧，这下什么头路？也是讲咧，伊头一只吼伫倒咧创啥咧？哦，谢兄没错吼，所以讲咧，咱这个伟成你头一只走去对咧，为什么无伫厝里休困咧？所甲大家分享一下吼，等起来开讲一个，欢迎大家哦。今仔日咧，咧甲大家讲一下新闻进前咧，讲一件
讲一件吼，我就感恩的代志哦。今仔日咧有一个小朋友吼，伊就古锥的啦。伫我咧上课的时阵吼，一直举手，讲咧老师，我可以点个什么歌嘛？安尼啊吼。结果咧，我甲问讲吼，什么歌曲？伊阁无爱讲。我想奇怪，是到底是要点什么歌啦？安尼啦。结果咧，尾仔咧下课的时阵吼，伊讲咧，老师吼，你用手机呢帮我查一首歌曲吼。查完之后咧，是一个基督教的歌。伊讲咧，老师我唱给你听，真正咧5分钟的歌曲咧，真正自头唱到尾啊！这个社工同学咧甲我开讲的时阵吼，伊真正就认真咧唱。所以讲咧，不管是啥物样款的宗教吼，会当互你欢喜咧。拢真感恩哦，嘛感恩这位小朋友吼，真正5分钟的歌曲，真正甲自头唱到尾啊！而且咧，尾啊吼，伊个展现出一个微微啊笑安尼吼，嘛感恩这位小朋友哦。哦，伟成，你咧上啥物班？爱上到8点？欢迎咧来甲大家分享一下吼，较会较无闲啦，上到8点是啥物班？欢迎所有期待咱这个语涵电台的观众朋友吼，期待奇怪，我今仔是咧讲啥？欢迎大家咧，期待语涵电台的观众朋友咧，欢迎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一讲咧，我的脸书一讲 IG 吼，拢和这郑雨涵的频道你这个搜寻完了咧，看这个大头贴吼，甲即马这个大头贴一模一样，迄张就是我啦吼。所以讲咧，会当甲我的脸书一讲 IG 一讲咧，底下的资讯栏连结有咱的赖群组哦。先来甲大家讲一个有关系吼，这个浦发医院的这个新闻吼，有这个妇人人咧，伊就领着这个浦发医院吼，不管是咱这个小朋友啦，伊有2个囝吼，所以领着2个囝的这个浦发医院，伊讲伊家己是毋是3万块啊？所以讲咧，就想讲吼，紧咧甲转出去咧，交这个厝租吼。结果咧，这个账户冻结，伊住伫南投吼，佮骑机车咧去到这个中华的所在咧，去甲伊解开，互伊讲安尼根本就扰民啦。所以讲咧，这个银行有咧讲哦，咱当工咧汇入来的钱吼，上好咧，莫当工佮它转出去安尼吼。但是吼，咱所咧想吼，通常咱当工所领到的迄工吼，不管是咱的薪水啦、等等啦，迄工咱拢是上好野的时阵，无咧，通常吼，过当工开始，咱就豆豆开始开啊吼，拢豆豆开始散架起来。所以讲咧，无你头一工随甲转出去吼，我看嘛真困难，连我拢做袂到吼。欢迎咱这个 RABB 大大期待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哦，咱这个伟成咧做这个汽车的恋爱啦。哦，欢迎哦！所以讲呢，哇，你看，你几点上班？你看你爱上到这个暗时8点吼，家己开公司吗？如果咧若是家己开公司吼，欢迎你起来哦，起来线顶咧哦，来甲大家推广一个，比如讲你公司吼，你对哦吼，当甲大家讲一个吼，对啦，大家拢嘛随口调的，无人会老调的吼。所以讲咧，如果吼你家己是开公司的啦，会当咧欢迎吼大家起来咧，拍你起来，甲大家推广一下，我嘛会帮你这个宣传广告吼。所以讲唔免歹势哦吼。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咧讲，哦，你刚起床，然后再吃全家的鸡腿哦。哦，即马你是食鸡腿便当呢，无全家靠有鸡腿啊，较会遐好啊，还是只有我住的这个所在较爽，所以无这个高卖一支的鸡腿哦。
这个册着讲咧，你每一天这个骑机车也好，开车也好咧，这个马路顶面咧拢有啥状况吼，所以讲咧若有互弄着吼，一定爱去报警哦，唔通咧因为吼讲无啥状况啦，咱就无报警，袂当安尼哦。所以讲咧若有这个砂石车啦、伊讲卡车啦等等的吼，拢爱注意一下安全咧。昨咧嘛有吼这个堆高机吼去甲人弄着的，这堆高机咧违规回转，结果咧这机车骑经过吼，无注意着单弄起哩，哇，弄起哩了咧，单擦伤尔啦，但是吼，大家吼爱小注意一下吼。这个我看一下哈，有钱不花是阿呆吼，对，你若有钱吼，无开吼，嘛足袂得过呢，嘛足艰苦的呢吼。我常常咧讲吼，做头家的人吼，就是钱伤济尔，惊开袂了尔。若咱做员工的人吼，若有钱吼，咱就随甲开啦，因为吼有钱咧，是一个足难得的代志，安尼就对吼。不行，你要马上领。咱这皮筋和小蘑菇讲吼，这个袂当啦，爱随领着咧。为什么没有马上领会被扣钱？你是互扣啥钱？这个谢新树公咧，新树公吼这个杨耀宗你认识吗？我不认识呢，是啥物人？杨耀宗是啥物人？也是歌手，也是演员，也是啥物人物咧？欢迎甲大家吼甲我介绍一下吼，因为咧我真正无熟悉吼，真歹势，主播知识浅薄吼。这个全家有烤的这个鸡腿哦，一只只要60块哦，你无配饭哦。较会遮故意啊！食一支鸡腿也无配饭吼，嘛真故意呢吼。会当去到这个我毋知台北地区的这个便当啦，毋知便当需要偌济钱吼？因为我迄时阵伫咧台北咧读册的时阵咧，这个便当吼，就要80块啦、100块啦，拢真贵的时阵啊吼。欠伤济即个税金啊所以吼无随领出来吼，随扣去安尼吼，我毋知要讲好啊歹呢。爱所注意一下家己的账户安尼就对。再来，咱来唱一个歌曲，就是咱的花娇艳一港良夜之歌，是咱歌仔戏曲调内底的即个电视歌戏调。啥物叫做电视歌戏调？电视歌戏调咧，就是咱较早所看有丽花啦、叶青啦、黄香莲啦，所去制作一寡新的安尼曲调，传到即马咧，咱叫做电视歌戏调。有500几条的即个电视歌戏调哦，所以咧，咱若伫台顶若要唱即个电视歌戏调，咱的即个5只手指头都甲比出来，甲摇安尼安尼就是咱的电视歌戏调500几条咧，凊彩一段安尼就对吼。我来说来看即个。唱歌仔戏的小生年轻人但是咧，我唱这个小段啦，我唱这个小段，为什么叫做牵段古汉咧？就是由这个查甫去扮这个小段，叫做牵段安尼吼。但是我小生小段拢会晓唱啦，因为我一开始学做小生，然后咧较学做小段去调整家己安尼就对。咱先唱一下这个小段的歌曲，等下咧较来唱这个小生的歌曲，安尼刚好。咱先来听一个这个花娇艳一讲良夜之歌，欢迎大家起来收听。古汉的广播电台，群中广播七十声笑，心
不看惜无理由，为爱独自期待笑，恋恋情扫恼忧愁。滚泪红江千金里，可比红红两平平，那一个爱结连理。心情凉了呀，何归？天官大伯心小平，桃地。变水，天地乐观，天可以，我嘅悲在已孤单，好嘛已回过。感谢大家收听这条咱的花椒盐一讲良夜之歌吼。为什么呢？我会伫这内底咧加足侪花腔式安尼小段的唱腔吼？因为咧，伫咱这个一诺打金机的 CD 专辑内底咧，这个公主吼非常的娇蛮的个性啦，所以讲咧，咱用这个花腔式的唱腔咧来甲呈现。所以有朋友咧甲我问吼。你若去比赛的时阵吼，你赶快用这个花腔式就尖的这个歌声来甲所唱吗？我讲会啊，当然会啊。伊讲咧，但是吼，咱这个评审吼，若挂这个耳机吼，会感觉伤吵呢。我讲送叫你要挂这个耳机，所听我唱歌。所以讲咧，若咧听咱这个古汉电台的观众朋友咧，你放心吼，你甲大声甲放出来，不管你是咧做家内事，还是咧陪朋友吼，陪厝内底的人，拢大声来甲放。无咧，你若挂即个吼耳机的时阵咧，我若咧唱歌的时阵吼，有可能吼会插着你的耳仔，安尼就对吼。欢迎咱这个卫林起来人古汉的广播电台，感恩你起来哦。咱这个卫林吼，嘛有咧加我的赖吼，嘛有练习一个哦所以讲咧，感恩咱这个卫林起来，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过来咧吼来甲大家吼，放一下我这个这个赖的 ID， 这个 LOVEWANLIN 吼大家咧，如果若需要有啥物要求啦，也是讲咧想要订咱的饼啦，等等咧，拢会当交我这个赖伊讲咧，阮的赖群主安尼就对吼。又卡卡的哦，大家敢听会清楚？这个古汉广播电台的这个声音呢，如果若有问题，煞爱甲我讲一下哦吼。线顶的朋友，恁遐敢有这个卡卡的问题，所甲我讲一下哦吼。因为我这毋是女神卡卡的节目啦吼。
大家线顶的朋友现在没问题了吼，无问题，歹势吼互大家咧所听到头尾才有可能有咧卡一个安尼吼，歹势哦吼，咧伊嘛感恩咱即个中华电信吼所甲咱即个维修安尼感恩吼。对，即个歌戏内底咧嘛有即个四边柜一间含梨花吼。但是咧即届咧所无制作安尼的专辑，林刚咧后一集的专辑无即个明年度啦吼，希望是明年度。明年度即个专辑咧会来写咱即个陈世美的故事哦。陈世美原本是啥物人？伊毋是号做陈世美。伊嘛毋是咧，咱所熟悉即个坊间，咱即个讲负心汉的对吼。其实咧，伊是一个正人君子吼。所以讲咧，后一出戏，咱所来听咱即个陈世美坊间的故事，伊讲伊原本真实的故事，安尼就对吼。欢迎咱即个卫玲起来所收听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但是我爱甲卫玲讲一个哦，你到时阵咧看啥物时阵要订饼吼，较甲我讲一个，因为咧即个过来吼，即个对四边柜甲王宝钏含梨花是甲另外一个人无毋对吼，所以讲咧这是两出戏啦吼，无毋对，只是讲咧，我头一只照安尼所落去念吼。你若要即个订即个饼的时阵咧，较甲我讲一下，因为咧，咱后礼拜开始咧，咱所卖即个饼吼，是咱即个原味饼，毋是咱即个咖啡口味吼，因为咧，咱即个一心原民戏剧坊咧，真感恩咱即个议会团长讲咧，咱若咧定做即个饼吼，若做即个咖啡的口味咧，即个有法度吼，咱即个大人所食。所以讲咧，为着要互咱即个小朋友所食吼，后礼拜开始，咱来做即个原味，是做咱即个燕麦片一港坚果所一拍做伙安尼原味饼干，一包共款嘛是10片100块所以咧等我后礼拜摕倒转来的时阵咧，甲大家分享一下哦，感恩大家。无问题吼，咱即个林小朋友搁起来，咱即个古汉的广播电台会记哦，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帮我分享出去哦，所有线顶的观众朋友，感谢你。订了几天到哦，你上好吼是提早2礼拜甲我讲啦吼，因为为什么呢？第一吼，因所爱即个制作的时间，这是第一点。而且咧，第二点吼，是因为因为高雄的即个戏剧团，咧我本人伫咱即个台南吼，所以讲咧你若有要订的时阵咧，所爱甲我讲一下吼，提早甲我讲一下哦吼，因为咧咱即个伊爱制作的时间，一共咧即个我去摕的时间吼，才有法度帮你寄出去。你即马吼毋敢跳出这个画面吼，惊无去，无要紧，你先帮我订阅关注起来，而且咧，伫阮即个即个赖群组内底咧，我毋知我敢有甲你加入去吼，即个赖群组内底咧有咱即个直播的连结，你会当放心吼。头一只咧，咱即个雷道士吼嘛有咧讲是咱即个四分贵甲王宝钏无毋对吼即个含梨花甲什么人？什么人所知影？那知影的线顶朋友咧，甲我讲一下哦吼，咱林刚咧嘛会当所写因的故事吼，但是咧所写因的故事吼，爱甲恁讲，我只会配即个声音吼，若即个武戏咧，我是一窍不通吼，我所讲的即个
舞台顶即个跑马啦，即个吼起靶啦，等等吼，即个专业即个武术咧吼，我一项拢袂晓，所以讲咧拜托咱即个线顶的好朋友，伊讲吼，咱即个要甲我调的即个演员，即个剧团吼，恁所爱知影，即个我一项武戏拢袂晓，安尼就对吼。先声明一下吼，无咧，前几工嘛有剧团吼要甲我调，我紧甲讲咧即个其他武戏咧，我一项拢袂晓，安尼就对吼。哦，我所来念一个咱即个册者咧，甲大家讲的话哦。伊讲咧，咱即个伟林讲吼，即个下线咧，爱甲你迄个赖一下吼，无问题哦。哦，我的 IG 或者啥物名 ？IG 或者郑雨涵，来我的 IG 伊讲脸书吼，拢或者郑雨涵，我本人的名吼，我或者郑成功的郑，可能是伊的地主啦吼。雨是宇宙的宇，涵咧是三点水涵养的涵，所以讲咧，如果若需要，嘛会当甲我加一个哦吼。咱即个皮筋呢小蘑菇讲咧，即个。胡瓜也有在开直播，哇！掌声鼓励鼓励，咱这大艺人哈，给他掌声鼓励一下。咱即马咧，即个电视节目吼无好做，所以讲咧，大家拢走即个网络的吼，网络也要直播但是咧，人伊是即个艺人啦吼，人伊这是大咖的明星，所以讲咧，伊无烦恼安尼收视率吼，但是我真烦恼吼，所以讲咧，欢迎大家吼，每礼拜一到拜五，欢迎起来吼，咱即个暗时8点起来收听咱古涵的广播电台哦。我先来念一下咱即个册者所讲的话，等下咧要甲大家讲足济今仔日的新闻哦吼。稍等我一下，我来甲大家开讲一下吼。今仔日先欢迎咧咱即个 JOE 大大，咱的册者，咱的淑音，伊讲咱的 AMJA 大大，咱的皮筋呢小蘑菇，伊讲咱即个 RUO 大大，伊讲咱的雷道石，简可爱，伊讲咱的心术。伟成，咱所有线顶的好朋友，伊讲咱即个 BRY 大大吼，伊讲咧咱即个线顶的林小朋友，咱的伟林，落起来咱即个古涵的广播电台，欢迎大家起来古涵的广播电台哦。头一只咧，咱即个册者吼，有所甲大家讲一个吼，即个美妙的歌声，伊讲咧即个响亮的歌声吼，会当讲哦，即个展现了吼，即个空间有即个信心满满的感觉吼，会当讲吼，每一个人会当讲即个美好的暗暝，伊讲咧咱即个祥和的姿态圆满文化的层次。互咱即个世世代代相传，会当讲咧，会当讲闻着安尼香味的对吼，等下每一个人伫遮咧，会当讲真快乐哦！感谢大家嘛，感谢咱即个作者互大家分享，感恩你。过来咧，来甲大家讲一下今仔日暗时的新闻哦。伊讲咧，咱即个淑芬姐吼，嘛起来咱即个古涵的广播电台，互伊一个欢呼声。佮互你咧两个绯闻，安尼就对吼。感谢你起来收听古涵的广播电台。感谢吼，咱即个今仔日淑芬有加看我，嘛无要紧哦。咱头食即个皮筋儿小蘑菇，搁伫遐呐喊哦，喂，即个呼叫淑芬姐，听到请回答安尼吼，真够水哦。感恩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伊甲咱的淑芬姐吼，甲我带真济观众朋友，伊讲咧，咱不管咱的心术，伊讲咱的伟成吼，拢感谢你哦。每礼拜一到拜五暗时8点会记得起来收听哦。然后咧，甲大家讲一个吼，
咱若有带咱即个北部的朋友哦，咱即个台北的朋友吼，好消息要甲恁讲哦。即个东区吼，即个台北的东区有一间的百货公司咧所做特价哦。即个寝具用品啦，咱的棉被啦、等等啦吼，较高的物件啦，咱冬天大好要来啊。所以讲呢，会当把握安尼机会去到咱即个台北的东区吼，有即个百货公司所咧做特价哦，上俗差不多是63折尔，哇！遮俗吼，我真正咧嘛真欣赏咱即个台北的好朋友哦，感恩。所以咧，这时阵就爱 take 一个咱即个 JOE 大大吼，咱即个台北的朋友，紧去甲我抢一领棉被倒转来啦吼！感恩大家起来收听久涵的广播电台，即个咧即个吼，脾气的小木工早吼困去啊，对啦吼IG 是不是郑智浩的郑？不是哦，是郑成功的郑吼，郑雨涵的郑吼。即个呢，淑芬姐讲呢，今天戴粉晶嘛，很好看，无毋对吼，头前有向大家所解说。较早咧，我有所开一间即个饰品坊啦，有咧卖咱的水晶，有咧卖咱即个手工的零钱包、即个耳环等等。所以咧有留一寡咱即个金洞啦，咱即个项链啊等等。所以讲咧，今仔日吼，都所甲挂起来。为什么我平常时无挂？恁敢知影什么原因？因为平常时咧，我若咧上班吼，我是上即个生鲜班呐，所以讲咧吼，生鲜的人员呢，袂当挂一寡叮叮咚咚的物件，惊咧污染到遮的即个食物啦，伊讲肉类啦、菜叶啊等等啦，所以讲咧若咧做即个生鲜啦，若咧做餐厅啦等等，上好咧，拢莫挂一寡叮叮咚咚的物件吼。对，粉晶的招人员哦，就是因为安尼吼，今仔较要挂即个粉晶起来吼，招一寡人起来收听咱即个久涵的广播电台。因为吼，我咧甲大家讲吼，其实吼，真济有时吼，大家来熟悉的时候讲，你足缘投的啦，要甲你约吼，等等，我甲你讲吼，我都甲讲吼，你若做我的，不管是男女朋友啦吼，若做我的伴侣啊吼，你是我一个免费的劳工哦，你爱做我的经纪人哦，爱甲我规划安尼讲吼，比如讲什么时阵上班啊，什么时阵起来广播电台啦，你搁爱帮我线刷抄新闻哦。搁帮我想主题哦，差不多咧，安尼讲完了咧，就走干那飞吼。大家若听着安尼讲安尼毋通我甘愿约别人安尼就对吼。为什么咧？头才会先走出去一个吼？因为咧，我所摕一个咱即个零钱包吼，大家咧感觉敢有古锥？这是我伫即个土阿年的时阵所填的，这是手填的零钱包，安尼就对吼。我家己落去拍板哦，落去拍板甲拍圆滚滚安尼吼，就是代表讲咧安尼圆满团圆的意思，安尼就对。今仔日咧，咱即个一心圆明戏剧坊的议会团长吼，所传来相片讲，伊的吼，伊甲个老调的，而且吼足新的，安尼就对啦吼，真珍惜。所互我想着讲吼，无问题哦，我所来制作一个吼，明年的即个零钱包，所以讲咧，到时阵吼，若填了咧，会起来甲大家做广播哦。但是这零钱包吼，因为是手填的啦，所以我一个拢是卖150块，自进前开始就是卖150吼，到今也是无起价。但是咧，讲实在，你等我吼，有时间甲遮填起来，我较甲大家做广播安尼吼。即摆若预购是无效果的，因为咧填袂出来吼。
再来咧，要甲大家讲一下新闻哦。咱若有住伫咱即个台中地区的朋友咧，爱所注意咧吼。咱今仔即个台中即个北屯区吼，有即个卖电火的即个店咧火烧。好佳在无烧着人吼，嘛无伤着人，所以讲咧咱即个台中地区即个北屯区吼，爱所注意一个有即个即个电火的即个店家吼所火烧。伊讲咧，咱即个新北市吼，新北市的芦竹区哦，有人咧即个违规摆摊吼，即个警察咧去搜甲掠。结果咧，伊就抗命啊！伊就讲咧，为什么要甲掠安尼就对吼？所以挣扎的中间咧，甲即个警察咧划着伤，即个警察咧着伤了咧，结果甲告吼，结果无罪。为什么无罪咧？因为即个法官咧讲伊嘛毋是挑故意，伊只是感觉讲咧，为什么要甲我掠所以挣扎过程当中咧，才甲划着安尼啦。所以咧，即个是无罪安尼咧，警察嘛咧讲安尼所对安尼警察咧无啥保障啦。因为咱昨所听到，咱即个白衣天使咱即个护士为着咧咱即个依然即个因大水啦，无法度出去上班，结果咧即个伊的即个摩托车就载伫咱即个主法的顶悬，结果咧因爸用即个塞即个主法咧，互伊向头前向到咧一个平地的所在咧，会当徛出去的所在，互伊徛出去上班。你会当收听到安尼父爱真正真伟大哦。讲到安尼父爱真伟大，搁来咧要来甲大家讲一下咧，咱即个母亲咧来杀死伊的囝。但是咧，这毋是一个普通的故事咱大家咧爱来收听一下，为什么咧伊要杀死伊的囝哇，这个副官迄边快要300人咯，甲伊一个扑啊声，鼓励一个扑啊声。当然啦，人迄是大名车呢，当然会加较侪人像我的老师庆元老师咧，伊咧即个公视台记台主持咱即个报道歌顶嘛是真侪人收看，真侪人咧伫即个大楼的电梯内底甲伊相当的时阵咧，都讲我敢若有看到你呢，伫即个公视的台记台，你敢是主持迄个报道歌顶阮老师讲真歹势。真歹势，我拢讲感恩，我就是迄个庆元老师迄个主持人安尼所以讲咧，你若有咧看即个公视台语台，伊讲咧 YouTube 嘛会当搜寻一下咱即个报道歌顶嘛感恩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一直带伫遮来甲咱观看感谢咱即个皮筋儿小蘑菇。嘛要感谢咱所有线顶的好朋友，会记先帮我订阅、关注、按赞起来分享互你身边每一个人。古汉的广播电台咧，拢是咧广播咱这个戏剧文化、新闻，伊讲咧咱这个生活小知识、册顶面的知识，甲大家所做分享过来咧，要来甲大家讲今仔日的新闻这个有一个70几岁这个母亲咧，伊亲手杀死咧这个50几岁囝儿为什么会甲杀死？因为咧这个囝儿伊有这个病啦，伊咧卧床长期卧床咧，已经卧床50几冬啊。当然咧，这个70几岁母亲照顾这个病人咧，已经50几冬啊，当然嘛真忝着着，但是咧。伊是真用心咧，甲顾因为咧，这个疫情的时间这个母亲咧得着这个新冠肺炎啦。结果咧，伊想讲哇，迄时阵咧真严重啦，所以讲咧，伊嘛
无即个心力，也是讲咧讲惊吼伊若先走，即个囝儿要安怎吼？所以讲咧，伊就甲翕死。翕死了咧，当然吼，即个法官甲判啦，是判2年外，即马咧抑搁伫即个司法的程序内底。真侪人就咧讲哦，爱叫即个总统特赦吼，即个母亲呐，伊是真伟大，伊甲过50几冬啊呢，只是讲吼，伊家己得着新冠肺炎，伊烦恼伊的囝儿逝世吼，讲若去伊家己去安怎落去，无法度照顾即个囝，所以咧才甲翕死的安尼吼。所以讲咧，你若听到安尼的新闻，你感觉是安怎咧？也是讲咧，你感觉讲吼其实吼不管安怎咧，即个母亲拢袂当害死伊家己的囝咧。你支持总统甲特赦吗？嘛欢迎大家起来甲讨论一下哦。再来个带来咱一个台北的新闻吼，有一个丈夫吼。认准咧，伊的某吼，甲因的同事吼有关系啦，所以咧，摕着即个锯子吼，摕着即个撸仔咧，就去到伊公司下骹吼，要杀即个人吼，真恐怖嘛好佳哉咧，尾后有报警安尼吼，即个警察咧发现即个撸仔咧，即个锯子吼，藏伫咧足远的即个草皮的中安尼就对，所以讲咧，大家吼。小可注意一下吼，若当着安尼恐怖情人嘛，真恐怖哦。节目的最后咧，虽然吼要甲大家公布落去吼，所有的新闻啊，也是讲咧，恁想要搁继续听落去嘛，无问题哦。再来咧，来甲大家唱一个歌曲吼。头前有唱咱这个小段的花娇艳，一讲良夜之歌。咱即马咧来唱一下咱这个抖妈调，有这个男女对唱的部分哦。所以讲咧，咱来唱一个吼。咱这个车者讲咧，胡瓜也有这个也直播间他们的辛苦，无唔对哦。每一个人咧，伫咱这个舞台顶吼，拢有辛苦的所在。所以讲咧，这个时间内底咧，大家拢真认真，无唔对哦。欢迎咱这个挫折，无唔对。伊所讲安尼吼，咱每一个人咧，伫咱这个舞台顶，一讲咧，伫咱这个生活当中，拢是真正足辛苦的。伊讲咧，咱真拍拼咧过咱的生活。嘛，感谢大家起来收听咱这个古汉的广播电台哦。所来唱一个咱这个。抖妈调，反抗之时，山来无势力，兵推倒伊，出手来打金鸡。眼强势假大理，驸马若是完成我条件，本宫得当原谅你哦。你听看卖，什么条件啊？我敬君神的礼仪，方才是骄蛮不将公保敬，现在是我失礼爱额头唱地形。罢了，夫妻之间不必将输赢争，害我今日将好事停。哎呀，强行逼我将君神礼来拜。我并非雕工，将伊使确实失手，是我还不介意，照做证明，夫妻才能再好下去。今日承认这是你的错，本宫有冤要告状，你又能奈我何？
照行啊，我拢有照做，当你过爱，连来啰嗦，带你记着，命做行，怎不啊对你啊，对你来用情。我不了情，这是咧，伫咱音乐大经济内底大马调吼，互大家分享一下，互大家收听一下。咱准备要下播啊，对唔对吼？来，感谢咱这个皮筋儿的小蘑菇哦。哦，这个皮筋儿小蘑菇咧。我家东北母老虎吼都拿菜刀要求的啊 ！Oh my god， 真恐怖呢！这吼真恐怖，我唔知要配什么音乐咧。哦，菜刀真危险哦，所以讲咧，如果若摕出来呢吼，刀啊类的啦吼，锯子啦、刀子啦、剪刀啦、菜刀啦、水果刀等等吼，拢爱小做注意一下吼，连煮菜嘛爱注意一下，无细腻的互毁掉，安尼就对吼。等下就要下播啊吼，所以咧嘛真感恩吼，今仔咱这个收听咱语涵电台的所有观众朋友，一讲咧，咱这个日照中心的小朋友吼，想要到讲咧，咱这个歌曲的 CD 专辑咧，会当互因咧所做安尼吼，会奖励吼奖励品哦。今仔所要感恩吼，咱线顶所有的好朋友起来收听咱这个语涵的广播电台。节目的最后，咱所做安尼腹式呼吸法。感恩3件事情。现在呢，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感恩伟成哦，吼，感恩你，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我们所想今天感恩的3件事情，不论呢是跟家人，是跟朋友。是跟陌生人，是跟路人，是跟你的同事，是跟你的主管，甚至一个服务人员也好，我们都来做感恩的3件事情。跟着我的声音一起吸气，吐气，吸气，吐气，吸气，吐气。你是否也感恩了3件事情呢？也非常感恩大家上来聆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我们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但是呢，跟大家广告一下吼，明天晚上直播节目休播1天，我等一下呢也会在线上呢跟大家讲一下。因为呢，明天晚上在我们的高雄左营中山堂，由我们新协新歌剧团所带来的7爷8爷。那呢，这是一出非常非常好看、非常经典的剧嘛。所以说呢，明天晚上我会去到这个左营的中山堂所看戏哦。所以呢，明天晚上我们休播1天，我们下礼拜一再会哈。欢迎大家收看雨涵的广播电台，别忘记哦，帮我订阅，帮我关注，帮我按赞，帮我分享出去。这是属于戏曲的直播台，跟大家广告一下新闻，广告一些戏曲的文化，感恩大家上来收听。也感恩我们的这个小蛋仔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掌声鼓励鼓励。
感恩我们的淑芬姐哈，不管是我们的淑芬姐，以及呢我们的皮筋的小蘑菇，都要先去赶场了哈。没问题，这个车子呢骑快一点哈。也感恩我们的 JOE 大大呢，从头听到尾哦，不断的跟我们做互动，感恩你。哦，皮筋儿小蘑菇要砍去看别台哈。感恩大家上来收听雨涵的广播电台，帮我订阅、关注、按赞，帮我分享出去。每周一到每周五的晚间8点钟都有在做雨涵电台的直播节目哦，感恩大家。哇，淑芬姐说呢，她没有要赶场，她要休息了哈。没错，较早困的较有面哈。人讲咧，这个困梦困卖面梦吼，所以咧较早困的吼，较袂一直来面梦吼。没有啦吼，无啦，甲大家讲一下生笑的，过来咧，咱来收听咱这个音乐打金机 CD 专辑内底这个内容哦。大家咱后礼拜一空中再会咯，感恩嘛，感恩咱这个小蛋仔有做到咱这个感恩的3件事情，甲你拍一个扑啊吼。对啊，人古早人咧讲困梦困歹面梦，吼对吼，较早困嘛较有面啊。一讲咧，恁敢有听过咧一个这个台语的这个俗语吼，这是阮对面这个厝边甲我讲的，新西合啊好放屎。什么叫做新西合啊好放屎？意思就是讲咧吼，这个新的粪便桶呢，大家比较多人抢，比较多人去抢那一间吼，或者新西合啊好放屎。意思甲咱讲咧，咱大家吼拢介意新的物件啦，喜新厌旧的意思。这是咧咱这个对面的厝边所提供的咱这个台语俗语哦。感恩大家期待收听武汉的广播电台，咱后礼拜一再会。将军身体来拜，我并非条工，将伊使，甲死手，是我不该。那感恩咱这个雷道士哦，晚安，拜拜，掌声鼓励。感恩我们的小蛋仔哦，大家晚安。有人来我河，照片照片，我拢有照做，听你讲爱，连来了说。手甲我拍，哪有这么简单放你煞？想要造反，既然互我知影，本宫就要闹甲互你背受山。我爱心头怒火起，决心将你来教死。你给我等下，怕你唔知理，唔知义。今日请你食竹笋炒肉丝。你要做啥？我要教死你！你自首！心惊当前看对爱，大家当手只看开，想要做事想要歹，不要当。